宣调，全地人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咱要将一切荣耀归乎这位搁真搁活的上帝，是堪得咱敬拜的。因为荣耀归伫伊，权柄归伫伊，羊羔已经做王，对打直到永远。做伙起立，咱要用这个时光来荣耀咱的上帝。权柄归于你，羔羊
归给三位一体的真神。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唯有你配得，唯有神羔羊配得。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代价，担我们的罪和羞愧，为了要使我们完全得赎，成为神儿女的身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奇妙的恩典，感谢你无比的大爱。主啊，谢谢你那钉痕的双手，宝血洗净我的污秽，使我们能够了解你有完全的包容和赦免。主啊，唯有你配得，配得一切的敬拜，配得一切的赞美，配得一切的荣耀。
配得一切的敬拜，配得一切的荣耀，主啊，配得一切的赞美。愿耶稣的名能够在这地被高举。主啊，当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起聚集敬拜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只要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于你，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献上在你的面前，如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一样。主啊，我们也愿将我们生命的挚爱全然的献上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乎你的，都是你所赏赐的。主啊，你配得，你配得我们献上全所有。哈利路亚。都
择耶稣，跟随不回头。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宣告，世界就在前头，世界就在后头。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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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耶稣，跟随不回头。是的，主啊，我们选择跟随你，主啊，我们选择跟随你，跟随你永远不回头。是的，主啊，十架就在我们的前头，世界要在我们的后头。主啊，我们爱你的心要一天比一天更多。主啊，我们爱你，愿意遵从你旨意的心，一天比一天更兴盛。哦，是的，主啊，那爱世界的心要一天一天的减小。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活出耶稣基督喜悦的样式。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渴慕读神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塑造我们的生命，调整我们的眼光，调整我们的心思，与神你对齐。主啊，让我们所看重的是那天上的事，主啊，所看重的不是地上的事。主啊，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属天的眼光，单单尊主你的名为大。哈利路亚！是的，主啊，让我们的心以你为乐，让我们的心尊主你为大。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你喜悦的样式，能够荣耀主你的名，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条咱做来吟圣诗，学到咱的上帝。圣诗106首，无限荣光甲学乐，无限荣光甲学乐，拢归救主人君。何塞那的歌声响亮，出伫细囝喙唇。代表王家的后裔，以色列的人君，奉白性命来降世，万人应该敬尊。咱起立来吟全首。头。
粒咱用使徒圣经同心出声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即粒咱同心来祈祷。全能主爱天父，怜悯听谈世间人的上帝，你的名超过万名之上。早起时，你受赎的囝儿，百姓拢围立伫你的圣殿内面，要献上阮喙唇的果子，就是要将颂赞而乐拢归乎你，因为你坐伫荣耀的宝座顶，垂听你众百姓的欢呼甲而乐。早起时，阮单单尊主你最大，因为阮知阮的性命是你所创造，阮性命所需要一切也是你所想事。阮伫地面上的生活的每一天，阮就时常笑念主你的恩典，阮成做一个会晓感恩的儿女，时常思想主你的恩典。你帮助伫阮，看顾伫阮，带领阮伫地面上的生活的每一天。所以，阮就时常献上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伫你的宝座前，阮献上而乐伫你，要将荣耀归乎你。阮们感谢而乐你，阮也着伫你的面前反悔认罪。阮知伫生活当中，阮经历济济事，主伫无人知暗前的内面，也是阮无经历当中，伫阮的言语、阮的行做，得罪了人，也得罪了你。你是监察人心的上帝，在阮上深的意念，阮伫你的面前只有反悔认罪，因为主你以后阮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公义信实的上帝。你以后，阮来到你的面前反悔认罪时，你要赦免阮一切的罪过，洗除阮一切的不义。阮搁即遍囝儿搁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的恳求，求你赦免阮的罪过。早起时，阮领受你宏大的恩典，搁伫你的宝座前，搁一遍要来领受你的话。求主圣神你运行伫阮的当中，让阮的心安静伫你的面前。阮抛开阮的心，迎接你。主，你赏赐阮迄个谦卑受教的灵伫阮的内面，帮助阮今日会当透过你的罗卜，将你的话搁一遍显明伫即个当中，帮助伫阮。因为主你的话大有气力，主你的话一开听，人就得到通达，阮的心灵就醒悟起来，精英起来。阮早起时，阮单单尊主你最大，单单仰望伫你的内面，求圣神你运行伫阮的当中，帮助伫阮。要阮安静来聆听，互早起时主你的话，透过讲，甲听的人，拢平平得到利益，得到帮助，得到祝福。主你的话，成就阮生活的准绳，也互阮伫生活当中，会当行伫你的心意的内面，互你所欢喜。你帮助伫阮，愿早起，阮将即个圣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早起，你的话成就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伫你恩典的道路的内面，互阮人看见，也互阮厝的人看见，阮四周的人看见。阮是蒙恩的囝儿，阮也着将即个救恩传放出去。你帮助伫阮，阮将今日的圣会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你得一切荣耀甲荣光，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即条咱做伙来交托启文，启文第34，记载伫以赛亚书53章，启文第34。现着我来启，咱大家大声来应。咱所听见的有一嘴神啊！因为伊伫伊的面前生炭，亲像真正的影。伊无好形状，无威仪。伊受看轻，互人放杀。
伊受看轻，亲像互人安眠无看的一样。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陪咱的苦叹。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咱拢亲像羊迷路，伊受压迫，拄着艰苦，犹阁无开喙。佫亲像羊伫检问的人的面前无出声。伊对压迫甲审判受处气。伊虽然无行强暴，喙也无有诡诈。伊放杀性命到死，伊也立伫罪犯的中间。即条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圣经新约马可福音第11章第1节到11节。马可福音11章第1节到11节，现着我来读，咱大家详细来听。因行进耶路撒冷，到橄榄山边的伯法其到伯大尼的时，耶稣找2个学生，甲因讲：恁去对面的乡舍，已经入去就要拄着一只驴仔伏伫遐，也袂有人徛过的。偷开，甲伊牵来，若有人问恁讲啥事做安尼，恁就讲主欠命伊，连边要互伊倒来遮。2人就去，拄着一只驴仔伫路边的挖角，伏伫门外，就偷伊。边头徛地的人有在讲：恁偷驴仔要啥事？因照耶稣所讲的，甲因讲，遐个人就放互伊去。因就牵驴仔上近耶稣，煞用家己的衫铺伫迄顶面，耶稣就徛伊。有一个人用因的衫铺伫路里，也有的用手机，就是对远来所找来的，前行后退在叫讲：和散那，伫主的名来的，应该得到呵乐。迄个特别来的国，就是咱的祖公大必的国，应该得到呵乐啊！伫至悬的位啊，和散那，耶稣入耶路撒冷，入殿堂，四过。看逐项的物，日已经暗，就甲12个学生出去到伯大尼。以上，愿上帝赐福听谈伊话语的人。即点咱请陈牧师来证道，伊的题目是耶稣骑驴进城。大家平安。这礼拜是中秋主日，所以咱跟这个圣经是中秋主日的头一天。伫耶稣开始准备要受难的一礼拜前，伊就已经对伫加利利，然后行到伫迄个耶利哥的所在。伊到伫耶利哥的所在时，伫迄个时阵，伊就开始有侪会做继续伫迄个所在做工。当伊对加利利开始来的时，就有一群的人伫遐填队。你若看圣经的中间，无论伊到伫倒位，拢会会侪人。所以到伫耶利哥的所在，伊伫迄个所在有拄着一个撒该，然后伊甲撒该了的时，伊伫一个青梅叫做巴底曼，甚至伫即个时间的中间了后，伊伫迄个所在也开始伫遐做披露，伫迄个所在教示侪人。伊伫迄个披露的中间开始讲上帝国的事，以前就开始讲啊，所以伊要进入到伫迄个受难的中间，伊一直加强伫遐咧讲上帝国的要紧。
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讲，上帝佫亲像啥？上帝佫亲像一个主人离开的时，伊叫遐个奴仆来，一个交代伊10银仔，一个交代伊5个银仔，一个交代伊1个银仔，交代因伫主人无伫的时，因要怎样对伊所得到、所交代的工课的中间，会当得到好的收成。所以当伊讲煞了后，伊继续进前，就要行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29节讲，伊就行到伫伯法奇甲伯大尼的所在。咱今日所头一节的圣经节，就是伊已经到伫伯法奇伯大尼橄榄山迄个附近的中间。咱会知影，伊对伫耶利哥要行到伫行到伫迄个伯大尼的所在，是爬山。你来去看地图，伊是慢慢啊爬山，一群人下客甲伊上甲爬山，行到伫伯大尼的所在，大概爱17里路。伫伯大尼的所在，伊继续伫迄个所在有做工，就是互死人搁活，掠杀戮死人搁活。因为即个家庭是伊所疼的一个家庭，因有2个阿姐，一个马代，一个玛利亚，搁来就是即个掠杀戮。所以伫过去，伊若对伫加利利要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时，会先经过伯大尼，一定到伫因兜的中间来休困。因为真正伫迄个爬山的路程的中间，真正实在是真忝。所以咱看见伫第9节，伊讲犹太人的百姓侪拢知影耶稣伫遐，所以耶稣伫加利利伫过去，伊已经伫遐行侪生意，有真侪的人拢已经听过伊所做的代志，真正是了不起。所以侪人听到讲耶稣伫遐，伫耶利哥，敢毋是安尼？耶利哥当撒该听讲耶稣要对遐过的时，虽然伊拢甲遐个人无啥甲做伙，总是伊一定有听到风声。耶稣伫世间的中间，伊怎样咧帮助人，互遐苦痛的人，互侪无可能的事，互贵妇身的，互歹骹会行，互青面会看见，草耳人听见，太济这故事因拢有听到。所以同款，当伊到伫掠杀戮迄个伯大尼的所在时，迄个所在侪百姓拢已经有听到足侪风声。所以听见耶稣伫迄个所在的时，因侪人就拢挖来看，要来看见耶稣要怎样伫即个所在，互死人搁活。掠杀戮咧特别破病、特别死的时，叫袂来。即马死啊，伊来要创啥物？因大家伫遐拢看见，原来耶稣互死人搁活。所以咱会当看见耶稣的名声伫迄个所在，就透到京城。伫过节的以前，你若看华语的圣经，即个过节就是咧讲搬过节。所以伫即个人生伊行到33年的中间，伫搬过节的以前，耶稣知影伊应该伊要受难的时间已经到，所以伊讲伊知伊离开即个世间归伫爸的时刻已到，因为耶稣疼世间人，伊的确都爱行即个苦难的道路。所以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讲，耶稣行到伫耶路撒冷，伊就行到伫迄个伯大尼的所在。咱若看见伊迄个，你若有看地图，伊伫迄个耶利哥伫真街的所在，行17里，一直爬山到伫伯大尼的所在，甲伯法奇，这是两个小庄舍。伫即两个小庄舍，甲小可起哩较悬的所在，就是橄榄山。橄榄山悬落来，甲小可行一块块路，较落来小可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对伫橄榄山的所在，耶稣伫遐会当看见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偌大伫迄个所在，耶稣拢会当看甲足清楚。所以耶稣伊对伫迄个耶利哥行路行到伫伯大尼，爱行17里，毋是随时会到。当时的路毋是亲像咱安尼柏油路足好行，坎坎坷坷，所以咱就知影讲行17里路是何等的辛苦。总是当伊到伯大尼的时，伯大尼佮落到耶路撒冷只有2里路尔。反倒转伊伫迄个所在要徛路啊，安尼你就知影讲耶稣的心意是条故意要伫迄个所在来宣告，我就是迄个弥赛亚。所以耶稣就甲伊的学生讲，迄阵已经跟对伊做伙行路的人已经足侪人，安尼下客已经真侪人，所以伊就甲伊学生交代，讲伫对面迄个小庄舍的所在有一只驴仔，驴仔囝，你若看原文的圣经是复数，就是讲毋是干那驴仔囝尔，迄个驴仔囝是头上生的，嘛是抑个拢毋捌人徛过，总是因为伊是伊出世的驴仔囝，抑个毋捌去载人，所以伊边仔抑个有一个迄个。伊的迄个母女就是伊的老母，甲伊相甲做伙，所以伊就讲，迄2个人就到伫
到伫遐要牵驴仔来的时，伫挖角的所在，伊个目伫门外，耶稣甲伊讲，你直接就去甲偷伊。但是徛伫边仔的人，有人讲你是安怎要偷驴仔？伊就照耶稣所讲的，伊就到伫迄个甲伊讲，耶稣要用伊，所以因就照耶稣所讲的甲伊讲，迄个人就互伊牵驴仔去。重点毋是安怎，迄个人就要互伊牵驴仔。有真侪人甲迄个重点拢想足济，我想拢有可能，但是我较无爱安尼想。伊咧想讲，是毋是耶稣大先有去甲伊预备，去甲迄个人托头，我要来甲你牵驴仔。当时若到的时吼，我会叫两个人来甲你牵，若我会先交代，然后人去牵的时，我的朋友去牵驴仔的时，后伊就知影这项代志，我就互你牵。总是耶稣一直拢甲伊的学生做伙，根本学生都毋知影这个代志。咱看见伫遐有人讲，恁牵驴仔要做啥物，就是表示伊毋知嘛。总是迄个人甲伊讲，是咧，我摆毋对伊，因就牵迄个人就互伊牵伊，是咧，伊就互伊牵驴仔去。伫遮咱来看一个判断，对耶稣来讲，无有啥物难的事。耶稣若要去甲伊托头，圣神甲伊感动，伊如何自然就互牵伊。你看另外其他的版本的圣经甲伊讲，我主要用伊，伊敢若讲主要用伊尔，就互伊牵驴仔去。上帝若要做工，无有啥物可能。我讲过，伊敢若伊伫青梅，伊逐种的版本拢有用配喙啦、骨头，互伊目睭会看见。伊甲伊讲，你得到医治，就得到医治。伊甲迄个圣经的中间，咱看见以利沙甲迄个乃縵将军讲，你着去洗身躯就好啊。迄拢无逻辑啦。上帝若要做工，凡事拢可能，拢有可能。所以迄个主人根本都毋知影，遮个人是安怎要来牵驴仔。但是伊讲耶稣要用伊，有人就搁去想，安尼即个人吼一定捌耶稣的，捌听见耶稣。我想逐种可能拢有，总是伫即个所在，我要讲的，咱来注目伫迄个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若伫遐时，伊甲彼得讲你去害深的所在趴网落去。彼得讲我打讨鱼转来尔，我知影遐拢无可能，迄我拢去趴网过啊，都无半只鱼啊。但是因为你讲我就去，上帝若要做工，迄个神性若有存在的时，自然就即个代志来发生。所以耶稣讲，你去迄个所在牵驴仔，遐个人虽然拢毋知，自然因就互耶稣牵驴仔去。耶稣是安怎要牵驴仔？咱因为即个撒加利亚，即个旧约的圣经是侪人已经拢捌哩。伫迄个以色列犹太人，因伫会堂的中间，无论是迄个遐尼赛人也好，因的迄个文书也好，因拢常常伫咧解经的中间，因咧读圣经的中间，拢认捌即个圣经在。伊讲锡安的查某囝，恁着大甜欢喜，恁着爱大欢喜。耶路撒冷的查某囡仔，恁着出声欢喜，看你的王要来就近你。伫即个所在有咧讲，迄个王是安怎来出现？是一个公义的王，伊个是一个拯救的。即个王是公义的王，伊是惊拯救的，是一个温柔佮徛驴仔。耶稣伫迄个所在讲，你去牵驴仔来，因为耶稣要用伊。即个所在因自自然就去配合伫即个圣经在的所在，所以讲你的王伫即个所在就近你，因开始想即个耶稣基督就是王，因为因伫迄个新约基督的中间，伊已经看到足清楚，因怎样互青梅看去，摆开会行，互死人搁我这因拢知影，甚至耶稣咧对伫迄个犯罪的人用温柔的声，安怎挽因的灵转来，挽因的性命转来，迄个会当敬畏主，互因搁有信心起来。才会边对伊的人，伫圣殿，伫迄个会堂的中间听因讲道，因拢感觉即个人足无共款，讲话有智慧，有影响力。伊讲话出来，句句有圣神的时，会拍动人的心。伊看见伊所做的，自然侪人，伫对遐的人拢会感觉讲即个人无共款。所以伊感觉徛愈的时，伊去想到即个圣经节，有侪人自然因就是遐想，即个就是要来做恶的。咱看去约翰福音第6章13节的所在，拄伫要去进入到伫迄个跋过一个大城，耶稣伫遐有
嘛佫行侪的生意。伊用5块饼2尾鱼，互遐会当干那5块饼2尾鱼，互规万的人食甲饱，佫有剩。后来佫有互4000人7块饼，互饼甲鱼，互4000人食甲饱。所以耶稣伫遮，伊讲正人拢要来，耶稣知正人拢要来，爱硬掠伊做王。耶稣真清楚，今仔日伊坐炉啊，遐已经讲，即个王来是一个公义的王。伊调过伊要出现，其实以前伊拢足低调的。伊讲15节讲，耶稣知影正人要硬掠伊做王，所以伊就提起入山，只有伊家己伫遐那点。伊抑佫真正佫足低调的，伊无要安尼做。其实毋是干那遐个人硬要掠耶稣做王，因为伊真正是太有迄个王的风范。连耶稣的学生嘛是安尼讲。咱看去，伫当时伊足低调的是，迄个时阵，耶稣问伊的学生讲：人讲我是几罪？有人讲你是约翰，加洗的约翰；有人讲你是先知的一个。彼得讲你是基督。彼得伫迄个所在宣告：你是弥赛亚，你是来到伫世间要做拯救的。耶稣讲：若无圣神感动你，若无对上帝来，无人会讲即句话。因为遐个人拢掠做讲，伊是要迄个带领因犹太人去迄个所在来革命，来对抗罗马帝国，互因伫迄个罗马帝国，因会当佫有家己的地无受管辖。所以迄个时阵，伊彼得伫遐宣告讲：你是基督的时，耶稣佫讲你袂使共讲。到即个地步，耶稣佫非常的低调，伊无爱互知影是身份，伊的身份是迄个拯救者，因为毋是时阵。所以，咱看见伫圣经的中间，连耶稣的学生嘛是安尼讲。有一天，西庇太的囝，就是伫另外版本的圣经讲，伊的老母带2个囝，雅各甲约翰来就近耶稣，讲：先生啊，既然阮所对你求的，爱你甲阮食。连其他的版本的圣经讲，若你的国降临的时，互我一个囝坐伫你的正边，互我另外一个囝坐伫你的倒边。安尼你就会当看见。毋是干那迄阵的人看耶稣行神业，看伊讲话，佮拄啊伊要牵驴仔来，甲伊伫遐看做伊是要过来迄个王以外，连耶稣的学生，因嘛是安尼咧想，耶稣的国若降临来的时，你着爱会纪念我的2个囝，一个要坐你的正边，要做你的左右手来帮助你，三甲来管理即个国度。因所咧求的，就是因会当脱离迄个罗马帝国的管辖，总是耶稣伊所要建立的，是一个上帝国。所以伫迄个所在，当因去牵驴仔来，虽然迄个感觉，因所咧想的，甲耶稣咧想的无共款，但是耶稣即个时阵是真主动、较高调的，互人知影，我就是迄个恁所咧讲的，迄个所咧想的，迄个弥赛亚，伊伫遐咧表明迄个身份。当然，迄个时阵也阁足侪人毋知影，人阁是用迄个另外迄个政治的王，伫迄个所在咧看待伊。但是伊伫迄个所在调过伊要来表明，我就是迄个王，我就是要来建立上帝国的王，我就是要来建立伫恁的心内来掌管恁的惊胆所受的迄个心内的王。所以因就牵驴仔来就近耶稣，用因家己的衫铺伫顶面，伊伫遮咧表明侪人的拥护，因为耶稣已经有侪人伫头前。伫后壁咧对伊行，迄个时阵拄阁是迄个搬过节。咱会知影搬过节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节期，因为因当伫埃及伫迄个所在受苦楚的时，因真艰苦，因伫遐呼求耶稣的时，耶稣上帝的时，上帝拣选摩西带因出埃及。伫迄个出埃及真困难，是经过10载，抑阁足困难的是到第10载，上帝伫遐甲因交代。恁爱杀死大囝，羊仔囝，恁若杀死羊羔的时，恁兜若有满羊血，恁今仔日我的使者若过的时，恁就要平安。换一句话讲，听上帝的话满羊血的时，迄个恩典的记号伫即个厝的中间，因拢全家三甲伫迄个守节，一只羊仔若食袂了的时，隔壁甲三甲叫的，就是羊仔迄羊仔肉拢一定爱食啊了。所以伫迄个家若有满优惠时，当时上帝甲因交代，我的使者来就要搬过去。
换一句话讲，养血就是恩典的记号。耶稣经半所以迄个搬过节的中间，耶稣经搬过节讲的中间，当然已经伫迄个表评，我就是迄只羊油膏，上帝国的油膏。恁若接受我的时，迄个恩典的记号伫恁的性命的中间，迄个救赎记号伫恁的中间的时，就有耶稣基督的保护，有耶稣基督的引带，有耶稣基督的看顾。伫你需要的时，伊随时加做你的帮助。恩典的记号、救赎的记号，就伫你的心中。所以，当伊菩萨遐个人，拢真欢喜来拥护伊，因为拄搬过节，搬过节，侪人来。侪人对伫无共款的所在来，因为这对因来讲的祭期是非常的要紧。伫耶路撒冷已经有一寡人，总是因若搬过这一年一摆，上界大的这祭期，上界欢喜的祭期，就是搬过节。其他的小祭期，七七节、五旬节，还是大饼仔、大料仔节，因拢敢若会使派查甫顶去呢。总是若搬过节，是全家拢出动。拄以色列对埃及要出埃及，到经过旷野对过红海到旷野的时，因嘛是拢全家出动。所以你搬过节，因的纪念是全家拢出动，三甲伫迄个所在来守节。已经有侪人早来，迄个时阵无有啥物交通，较好起来，若有驴坐驴来，但是嘛无可能一家伙大家拢坐驴可能互较软弱的坐驴哪条。总是大部分拢自行，所以伫迄个耶路撒冷城有家己居民原住民伫迄个所在以外，有一寡人较早到的，就到伫迄个山坪的中间搭饼仔，因为因伫旷野的中间，伊拢搭饼仔，所以因搭料啊，因就是搭料啊，伫迄个四周围的中间，伫路边，较万来的山顶已经客袂起哩的时，因就伫迄个山坪的中间，伫迄个克西马尼园。也是伫迄个伯大尼的所在，其他伫路人对上近对伫耶路撒冷上近的所在，来宣教的就一直搭饼仔。离开耶路撒冷的所在，徛起伫真远的所在，包括罗马，遐个人也拢已经会转来，因做伙自行会转来，有可能都爱行4、5日，不管因行几日，因就是搬过节已经到，所以伫迄个所在，毋是。遐个要来守节，趁耶稣拄要对耶利哥，伊开始要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城。其实有侪人已经准备心，阮做伙要来守节，我要甲耶稣做伙守节，所以对伫山骹就做伙行，遐已经有一群人，总是到伫迄个耶路撒冷城附近，伯大尼迄个城的外口，因为城墙人挤袂落，所以因伫迄个城墙的外面，无论是伯大尼、伯法其，也是搁较远的所在。伫迄个山坪的中间，就足济的饼仔搭伫迄个所在，甚至伫路人的两边，也拢真济人搭饼仔全家搭伫迄个所在。所以当耶稣徛驴仔伫遐去的时，喊话的声真济的时，就开始真济人拢出来，看见耶稣徛驴仔，甲足济人捌看见伊行神迹，哇！大家拢非常的拥护伊。迄个沙铺伫迄个土，伫羊仔迄个驴仔的脚趾片的中间，甚至伫涂骹的中间，亲像地毯，就是咧表示因的欢迎，表示因的拥护。因伫迄个所在，搁伫遐，第8节讲用树枝，就是迄个种树叶，用树枝伫迄个所在插落来，伫迄个所在欢迎。亲像咱伫旧年的中间，咱有迄个棒球赛。咱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倒来伫台湾咧游行的时，哇！咱拢亚国旗伫迄个所在欢迎，因伫迄个树附近的所在，以色列伫附近的所在，足侪人，足侪因种足侪的樟树枝，所以因就去插樟树枝，就亲像咧亚国旗安尼欢迎啊！耶稣，阮欢迎你，耶稣啊，阮好拥护你。拄经过，伫迄个搬过节的时。迄个人非常的多，因就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遐咱看见头前，因为有诶已经伫头前安保病，所以伫头前也有人叫，后壁也有人叫，因伫遐就开始甲伊就是遐甲伊学了，好山啊！伫主名内的是应该得到学了，伫遐你用即句话是因游园，伫游园的中间。
咱看伫迄个26节，因引用诗篇118篇26节，奉主耶稣的名来，是应该得到福气的。所以咱搁倒来看去，伊讲和散那，和散那就是咧讲，即个时阵就是拯救。原来的意思是，即个时阵就是拯救，总是也会使讲是俄勒的。伫主名来的，就是你，就是弥赛亚；对上帝来的，你是得到俄勒的，就是耶稣你。所以因认定迄个弥赛亚，总是因所想的弥赛亚是世间的王。因毋知影耶稣来是要建立上帝国，伫咱的心中来掌管咱生命的王。但是因犹原运用圣经在26节讲，和散那就是拯救，就是即个时阵，就是耶稣基督你。第10节的所在，伊讲伫至高的位啊，和散那。迄个至高的位就是讲伫上，即个耶稣基督，即个弥赛亚来的，即个耶稣基督，荣光归予上帝。甚至因伫遐大家咧喊话的是讲，和散那，你主名来的是应该学落的，就是讲伫至高的所在有天君天使，甲阮三甲伫迄个所在来迎接耶稣基督，即个弥赛亚拯救来到伫即个世间的中间。你是对上帝来的，你是堪得学落的。所以，拄仔咱有讲，因伫迄个所在报大饼啊，11节咱先来甲看一下，就是耶稣到伫耶路撒冷城了后，然后到迄阴暗，因搁甲12个学生等于必定年。所以伫遮咱知影耶稣伊无大报病，耶稣逐届来去报必定年的时，拢住伫马大马利亚的家。所以，逐工去到伫耶路撒冷，伫守这几日的中间，逐工去到伫耶路撒冷，然后搁行倒转来，因为路真短，是超过伊伫即2里的中间，伊伫迄个所在坐庐啊，伫迄个中间来表明伊就是迄个要来上帝所拣选、要来拯救者、迄个做王的弥赛亚。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咱要来看去讲，因侪人，差不多全地迄个以色列人，因对伫外地拢倒来的时，迄人偌济，你毋知影？伫第1世纪有一个迄个历史学家，伫迄个所在，迄个约瑟夫，伊就有伫迄个所在来研究，讲伫迄个当日，特别是迄个八过节，迄个正日暝，伫因咧守节的迄暝，因拢总有杀25万只，52万6千的迄个羊羔。因毋知影偌济人，但是用羊羔来做更较保守的迄个估计，就是10个人食一只羊啊，迄就是爱大胃口的哦。10个人食一只羊啊，安尼去守节迄暝，至少有250万人到300万人。你爱想讲较少只，搁甲斗咧。所以你就知影讲，伫迄个耶路撒冷所在有1/3的百姓2/3，咱甲讲出300万好啊啦，100万伫迄个耶路撒冷城，200万伫迄个城外的所在，因为搬过节对因来讲是足要紧的一个节期，所以逐届因若节期来的，因逐届若节期临到的时，因特别因会奉主耶稣的名，应该得到福气的，奉耶和华的名来的，应该得到福气。其实即句话是在地的迄个以色列百姓，因在地的人咧学了对外地来的，恁无容易，恁对遐远的所在，佮真要紧来守节，恁真正是应该得到福气。总是拄啊，咱咧看去第8节的、第9节的时，即句话是针对耶稣，你是上帝所差来的，你是堪得到学了的。因针对伫耶稣所讲的，所以伫搬过节的中间。大概有250万人，山骹有200人，山顶有100人，大约啦吼，毋是足确定的是大约。你甲想看觅，因一定伫迄日要过节的时，因着爱对伫有个人已经住伫山坪，因爱行到伫耶路撒冷，有个人着爱去经过耶利哥，住迄个橄榄山，迄个橄榄山有山坪的所在，有个人是行落去，有个人是要爬山，安尼爬起哩，爬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因要去迄个所在守节，因拢爱到伫圣殿的中间守节，因就开始吟一首诗，就是诗篇118章25节到29节的所在。耶和华担你拯救，
因山顶的人就伫遐讲：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山骹的人就回应，因是轮唱曲，就是亲像咱今仔日的启应。所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另外山骹的人讲：耶和华，但求你，互阮发达。过来26节，犹原共款，顶原话就是山顶的，甲山骹的。27节也是安尼。山顶讲上帝，你会光照阮；山骹讲，着用说白祭司的精神到大角。28节，你是我的上帝，我感谢你。山骹就回应：你是我的上帝，我尊你最悬。最后这声，你应着感谢耶和华。我想咱做伙来读一遍好不好？咱这边读顶悬迄句话，咱这边读下面迄句话。我真要互咱安尼读的是，你去想看卖啊呢？你去小可较出声，较大声咧。你还是知影讲迄个300人迄种的回应，100万讲耶和华，但求你拯救。山骹讲耶和华，搁较大声，求你互阮发达。300人伫迄个耶路撒冷的四周围的城市，即种的恶乐、敬拜、恳求，是震动天地啊！咱来做伙读一遍，这边顶冠句下骹，咱这边吼来，咱做伙读来。耶和华，但求你拯救。是的哈，来，迄个这句26节来，奉耶和华的名，应该必有福气。耶和华是伊拯救我，着用说白祭司的精神到大角。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一声哈，来，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安尼恁家己想看卖啊？当因逐届开始要到伫耶路撒冷要守节的时，大家安尼读这的圣经节，用这的圣经节诗篇118篇25节唱歌到伫迄个山角的山顶的中间，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你就会当想讲，迄种震动天地、呼喊的声音，真正是咧敬拜上帝，真正是咧感谢上帝。所以，伫遮咱来经历着，因怎样咧要紧守节。当然，今仔日咱咧守迄个半迄个耶稣受难的节日，咱伫遮头一角的中间，伊伫遐咧表明，我就是迄个半过节的羊羔。伫以色列出埃及的时，迄个羊羔，恁若有恩典的记号，有抹血，伫恁兜有迄个恩典的记号，恁就救赎到伫恁兜，因为你无受难，耶稣的上帝的使者就搬过，救赎的记号伫你的家。也是讲恩典的记号伫你的家。今仔日耶稣经即个半过节的中间，超过伊骑驴啊，伫遐来讲，我就是伫半过节的羊羔。当然，迄个时阵，也阁有足侪人毋知影耶稣到底是因所咧想的，就是政治的王。伊也阁无法度真明白，耶稣是迄个来为因受苦，要做因心中的王。所以当耶稣用温柔的谦卑的态度来到伫世间，因看见毋是因所想的事。其实伫遐亚当手机欢迎，讲何塞啊，伫遐咧甲学落的时，其实伫遐话讲定义是物价，伫迄内底也是真侪人。话一句话讲，伫信仰的中间，因无根基，对人行，对来对拜。我来做礼拜久久，我对上帝无了解，所以伫即个受难周，咱进入到伫受难周的时。是安怎咱爱纪念？就是甲咱提醒，日咱咱的信仰，若无有耶稣的受难，你的信仰、你的人生，你来做礼拜，拢假，一点仔意义拢无。是安怎咱要紧得爱来到伫伊的来敬畏上帝，因为耶稣为我所做的，互我性命无共款，互我经历着迄个苦痛的中间得着头棒，伫迄个无可能的中间，虽然我信耶稣，也阁有苦难。伊无应允我代志，袂拄着困难。我信耶稣嘛，无拄会甲苦难摕掉，甲侪的代志，迄个毋好的拢甲摕掉，抑阁存在。总是耶稣应允我甲你伫地，你着有气力来克赢这一切。伫苦难的中间，你会当阁较认捌主，你阁较捌主。耶稣伫
跋过节的中间，伫遐咧表明我就是迄个受难的羊羔。伊为着咱受难，定死12架。当然，咱已经逐年拢咧听，洗礼的时嘛咧听，就是担当咱的罪。伊将咱所有一切的苦痛定死伫12架，所有的宝血，成做咱欢喜接受的人恩典的记号，伫你生命的中间。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的生命就有上帝恩典的记号。所以基督徒，伊洗礼了后，也是伊心内讲我相信耶稣的事。其实，迄个恩典的记号已经伫咱的心上。魔鬼看到你，伊就保持距离。我真济代志，迄个会通灵的人看到我，就保持距离，拢唔敢看到我，头刺激激，连讲话都唔敢。过去我嘛捌甲咱分享，我相信咱足济较早期的基督徒，当咱咧边啊咧游行的时，真济的迄个咱咧讲迄个7夜8夜庙林，阮细汉的时庙林，阮常常出巡，敢若主日学徛的学生徛伫迄附近尔，因就发作袂起来，心明了，迄个当机伊就发作袂起来。啊是，我的会友，伊的朋友咧通灵的，伊就讲后摆你莫来啊，你还袂来，迄个人就来啊。伊讲迄个人是啥？阮的会友伊毋知呢，伊讲一个穿白衫，你若来，伊就大先来阮兜啊。因为咱基督徒，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你信伊的时，迄个救赎的记号，迄个恩典的记号，已经伫你的心中。啊若安尼，你已经有得到恩典的记号，你要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听？靠我伫做牧师的立场，伫教会所看见的，莫干那做礼拜日点名的基督徒。阁有真济的基督徒，伊出去伊嘛是讲的基督徒。但是伊拢无礼拜，伊讲毋免啊，我心中都有上帝就好啊。无毋对，你心中有上帝，但是你无来教会，你甲上帝的关系，迄个能力、迄个生命、迄个空虚，别人拢感觉会到，你开拢袂顺遂，因为上帝恩典的记号无伫你的心中。你讲你是基督徒，你甲上帝拢无关系。恩典的记号无伫你的心中，你毋通想讲约规工出去烧钱就会赢。比利因2个囝毋是祭司吗？但是因乱来啊，因生活无圣洁啊。约规工出去烧钱，约规毋是去互对敌抢上去。毋通想讲你基督徒，你驶车挂一个12架就拢平安。你若无要守规矩，红车点无要遵守，你嘛是车祸啊。较来乱足侪基督徒就乱讲上帝拢无要保守伊。搬过节，迄个受难周的来到，是安怎要纪念？是爱互咱定心，佮甲上帝的信仰伫迄个所在，咱家己来反省敲切，我是毋是做一个认真的基督徒？你若想会到讲，我体会到耶稣是为着我来死，互我今仔日的生命无共款。我本正是一个足无自信的人，但是我认捌耶稣的时，我真嘛敢起来聚会，我嘛敢起来出来敬拜赞美。因拜我伫人的面前连讲话都毋敢。你体会到，你有耶稣的时，耶稣带领你突破这的艰难的中间，咱敢毋是爱会晓回应吗？对我简单来讲，迄个回应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我对我家己来反省，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传道人。我是安怎会传福音？我感觉讲，我毋是伫台仔顶咧讲道。我今仔日会想要共传福音，就是讲，我喙若要甲会友讲你去传福音，我无模范，我是要安怎共讲传福音的代志。所以就安尼，我家己是足畏小人哦。我即马有较进步啊，我是一个畏小人的人。什么会是畏小人？我去一间教会的中间，人要介绍我，我毋敢。我拢上好比踮咧壁边啊，人拢无发见我。伫正人足侪人的时，人要叫我起来祈祷，我毋敢。我到前抑阁毋敢。当然，我即马就较勇敢。我是一个畏小人。你要叫我去伫路边看到人共传福音，我毋敢。但是我受着我是上帝的奴仆，
圣经教我着安怎做，我爱甲我的会友讲，我若无做到，我要安怎甲因讲？我逼家己起来。简单讲，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传道人。当然我阁有软弱，但是至少我要做一个像样的传道人。那安尼，咱得到上帝的恩典，咱敢毋是应该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毋若敬拜，伫厝内有灵修生活，我伫行大的中间，我要安怎谨慎？无论我的所行所做，有人看我跋倒无？有可能我的讲话嘛会互艰苦心，有可能我嘛会互跋倒。总是为着要荣光上帝，我该安怎做？去甲伊合适的，求伊赦免，求伊帮赞。我想，你若要做像样的基督徒，伫信仰的中间，足侪代志，上帝感动你来该做。伫受难、进入受难的中间，耶稣伊甘愿付出迄个艰苦。咱看见迄个上尾仔圣经在约翰福音12章第7节，耶稣要钉十字架时，伊有人迄个肉体，迄个痛苦，互伊真忧愁。伊讲：我现在心内忧愁。我讲啥物才好呢？爸啊，救我脱离即个时阵。但是我嘛是为着即个时阵来，徛伫人的立场，我实在是无爱啦。总是上帝，我的牺牲，若会当互上帝国得到永存，有侪人得到帮赞，互人生命会当得到福气。那安尼，我爱做。这就是安怎伫教会的中间，我爬火锅，我足艰苦的，但是我嘛爱爬起来。迄个去歹，迄个爬火锅，我是安怎爱安尼做，我就是受着讲。毋通佮害着别人，不要陷人不义。所以我体会耶稣即句话，我体会会到，我足无爱。毋过我若干那讲，这是啥物人哦？我已经害迄个跋倒，互听的人也跋倒，关系也歹歹。咱伫教会即个代志足济，因为人的世界就是想法无共款，敢若听一句话，无照你的意思就变质变甲，一定会发生的啊！徛伫像样的。要做个像样的迄个牧师，为着教会的和谐，互人误会，互人骂，我敢若到上帝面前流目屎那点。为着即个时阵，我爱担即个担，然后我来替因祈祷。因的关系若好，自然伫好的中间讲出来误会就拍平，迄是无时间通讲。我的会友过去就是安尼，有一工清楚。较知影讲牧师迄阵替我背遮的罪，总是伫迄个苦难的中间，上帝无甲我的苦难摕掉。毋过当遮的代志解决，上帝互我伫即段咧担的中间有溃烂，无跋倒，继续一往头前行。这就是耶稣伫咱心中替咱钉十字架，最王一个真要紧的一个溃烂伫咱的中间。耶稣为咱受难，伫拜三、拜四、拜五，咱教会要来守即个受难节，咱三甲做伙来，搁一届来孝念耶稣基督为咱所做。拜三甲拜五，咱家己的教会是毋是？拜五是守迄个守圣餐嘛吼？拜四联合礼拜，咱在地人三甲出入，三甲来参与。你要紧纪念上帝。找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你看做要紧的事，后壁上帝要对你的疼、甲祝福、甲恩赐，绝对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来祈祷，阿爸，感谢你为阮所做的，求你互阮明白，你付出遐尼济的苦难，就是互阮伫世间的中间。甲你的关系会搁较亲密，也靠着你伫人生的道路的中间，会当看搁较远，会当看搁较透，知影怎样伫世间的中间所行到的来荣光你，也知影怎样伫人的中间有美好的见证来见证你。阮欢喜来回应你的听，阮甲主讲，
阮要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阮的服侍，阮的角色，阮拢要做像样的牧师，像样的长老执事，像样的领导者，因为阮爱回应上帝你对阮所付出的疼，透过耶稣所付出的疼，阮也要安尼回应你互阮的恩典。阮知影，阮若回应你的恩典，阮所得到的祝福会佫较大。当然，毋是为着祝福来咧甲上帝交换条件，是因为你安尼咧疼阮，阮哪会当无疼你？所以主恳求你帮助阮，真正做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配得做你囝儿的基督徒。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即个晚啊，吟花园的诗歌，圣诗107首。威严君王骑驴进前，威严君王骑驴进前，百姓沿路出声欢迎，路上铺衫铺苍树枝，温柔救主对遐经过，咱起立来吟全首。即点我来报告，请咱摕起咱手中的酒杯。订酒聚会有主日礼拜、主日2、拜1妇女团契，以及拜3祈祷会、拜6青年团契，以及拜6双年，吼因遮出席的情形，甲互因的情形，咱会当看泡泡因甲手中的报告来看吼。下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单属安牧师、师会黄定秀长老。苏琴、老安琪同学、当日科学教长老甲地名院执事，敬拜第3组，主日2第3组，影音直播，郑梦竹姐妹甲张嘉恩同学，招待杨丽春姊妹、陈玉英姊妹，交通组老主席长老甲谢两兄弟。下周周间事工的分配，拜1妇女团契，主日敬拜杨丽春姊妹。地点伫咱的新店的1楼。拜3，受兰酒咱的祈祷会，主理是黄建华姊妹、苏琴、科学家长老。拜4，受兰酒的南区联合礼拜，敬拜俄乐是由咱第4组的同工。拜5，受兰酒主理单属安牧师、苏琴老安迪兄弟。
拜六青少年团契社青主理是陈志信兄弟，内容是读册会。校课的部分是语节知识，内容是团练的时间。拜六上日团契要注意是留注意长老。圣经是路加福音17章1节到19节，特别是迄9个伫倒落。即条咱做伙来看本周的金句，记载伫腓立比书2章第6节到第7节，有台语的甲华语的，咱各念一遍。台语的请。伊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的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状，成做人的样像。华语，他本有上帝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上帝同等，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咱就会看教会消息。第一点，金主日是樟树主日，是主耶稣为着咱世间人的罪受难的开始。受难周的日期对4月13到4月19，就是即个礼拜日一直到拜六的时间。受难周的期间，请主内的兄姐尽量避免参加喜庆宴乐，以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受的苦难。第二，金主日会计报告。3月份受旨校目，便举行4月份庆生会受请的这名单如下：称呼简略，有李玉洁、李婉欣、黄舒淇、刘文典、聂秀琴、刘雅欣等。愿因生日快乐，愿上帝赐福因福杯满溢。第三点，高雄中会高南区12间教会受难周联合圣餐礼拜。伫咱即个后礼拜是4月17号暗时7点半，地点伫咱的教会。本会咱即个负责敬拜俄勒的事奉，以及伫咱圣餐妇女团契负责招待。丁守长老若负责是交通的部分，请咱为着咱遮的同工伫遮的分配的事工的点面，咱踊跃参加，并且咱关心来带导，也互伊讲的即个礼拜会当一切顺遂。第4项，4月19下晡拜六的下晡2点，邀请妇女团契，咱的姊妹来帮忙来撒卵吼，备办咱日礼拜日搁偌济通去用。即个咱委托黄丁守长老来买即个鸡卵，愿上帝祝福伫咱的每一个同工的服侍顶面。第5点，本会庆祝耶稣过活。传道部举办一场过活团爱，地点伫咱的教会1楼的副堂伫咱的主日的暗时下主日的暗时6点，1楼的来做伙聚餐，7点半1楼联谊活动。参加的会友，咱每一户会当出2项菜，会当邀请咱真久无来教会的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伫咱即个楼骹1楼的即个招待桌遐有登记表，咱的兄弟姊妹若意愿参加的，会当伫遐登记，而且看你要出啥物菜，嘛会当直接写起哩，替咱避免你重复的情形。第6项，本会定伫6月7日礼拜日举行洗礼甲圣礼典，接纳小儿洗礼、成人洗礼、更新礼。要报名的，咱更新礼甲成人迄洗礼需要接受即个基督基要真理的课程，总共有4节课。今仔日起会当开始来报名，到5月26、10会当我来报名，以便安排上课的时间。第7项，旧教会2楼钢琴有要送互会友。有需要的会当咱的科技家长老来登记。如果若是有2个人有意愿以上咱用抽口来决定。咱抽口抽着迄个人伊自行家己来搬运即个钢琴。为有意愿的登记到今仔日10时。
用咱的玉石长老来登记吼。第8项，教会有要应征这清洁的人员，每一个月有1万块，就是有2个人来清洁，就是各5000块。咱清扫的范围就是1楼甲3楼，咱的即个地板、厕所，甲桌仔椅仔、门窗，1楼的走廊、甲中庭、甲车库。建议咱的即个清扫的时间伫拜3甲拜5。有意愿参加的，请用咱的登守长老来登记。如果若有2组的人以上，咱由抽考来做决定。登记营也是登记到今主日来截止吼。第9项，拜3祈祷会，咱暂时会拢伫1楼来自会礼拜。因为1楼咱的音响也斗好啊，迄个较旧的，是咱原来的旧的教会搬过来的音响，咱的拜3的当工，因也是较熟悉吼，人伫所以咱暂时拜3祈祷会，就拢伫1楼的所在。下主日的正道圣经是约翰福音20章19节到22节，题目是耶稣将伊的灵喷入咱的心。即条我来报告奉献。礼拜现金62人，有2930块；袂定现金8人，33000；感恩现金4人3500；见证奉献13个人，有28500；总计是67930块。即日咱起立来吟奉献诗。咱请即条咱玉石长老来补充报告。兄弟大家平安。我来报告直接介绍新人，咱的朋友就是咱的韦君杰伊的查某囝咱的何安对不对搁有伊嘛有介绍即个佑璇许佑璇兄，来咱请起立。请起立，咱家拍扑克甲欢迎。请坐，伊是大拿埔，毋是伊的朋友。好，咱的自会刷，咱甲伊握手一下，甲伊交陪一下搁有无？那，嘿，我就是直接看因为即个咱的新朋友下单是。登守长老摕互我所以我安尼看，我当做咱的迄个维君姐的查某囝下边仔即个兄弟是即个佑璇啦因为我无看到佑璇伊生日写也不要紧好啦，搁一只有几项代志，我来补充报告一下咱有摕到即张白咱的周报内底有即张白色的单仔嘛就是咱的拜3、拜4、拜5即个。秀兰州的聚会的即个事工表，所以伫即个所在，咱今仔登去，咱就先甲即个圣经节，拢先甲伊读一遍，甲伊领受。伫要来的即礼拜秀兰州，咱搁来纪念咱的主耶稣，为着咱来以背的性命来救赎咱。所以咱伫拜3暗、拜4暗、拜5暗。咱的聚会拢要伫3楼，伫咱的2楼，我搁想讲咱的旧教会伫咱的2楼转袂过来，搁讲伫咱的旧教会是3楼伫咱的新教会即马遮2楼拜3、拜4、拜5，咱拢要伫遮咱若平常时咱遮有伫，平常时的拜3，咱遮有伫即个咱的1楼伫遮甲咱补充，互恁知影一下。搁一项，
搁一项哦吼，咱伫即个拜五，咱的拜四吼是联合的，咱有赏圣餐的即个礼拜，但是即个拜四赏圣餐的礼拜，咱着爱有领洗礼。下兄弟较会当来做伙同齐，倒当啉食吼。啊，但是拜五呢，拜五你只要你有来参加聚会，不管你是小朋友、大朋友，不管你是有洗礼无，咱拢会当同齐来甲主同齐倒，咱拢会当来领受即个圣餐吼。啊，咱的即个主礼者是咱的陈牧师啊，真期待咱拜三、拜四、拜五。咱拢会当出来参加咱即个礼拜，还是咱周的礼拜暗时吼。那拜四迄天是7点半，希望咱的工作人员、咱的妇女团客、咱的交通，拢会当提早来筹备来做招待吼。啊，搁一项，咱即来的机车，咱拢停伫咱的停车位嘛吼。啊，毋过迄天拜四，可能车辆较济。而且咱临门的教会嘛，因拢会家己有会骑机车，所以咱家己若是有骑机车来的兄弟，请恁的机车先停伫咱的骑楼的，咱的1楼，莫停伫即个咱的停车位内底哦吼。咱即马停的是拢停伫咱的车棚内底，但是咱拜四迄天，咱遐让互咱的外宾，就是临门教会的兄弟，因也骑机车来，咱让因菜。咱家己先来，咱着爱先采咱的教会1楼的骑楼，啊排有整齐，吼，啊来因陆陆续续来的时阵，吼，因就迄个牵入去内底采，若无够，咱的外口，吼，咱的外口迄阵，咱的骑楼的下骹遐嘛阁会当采，啊即方面交通，吼，会招待会准备会甲咱讲，啊请咱来配合，一定爱记的，咱本人咱就是咱中文教会，咱是主人。咱爱提早来，吼，咱爱提早来，毋好讲12间教会的兄弟伊11间拢来啊，啊咱阁未来，吼，咱莫失礼，吼，啊希望咱会当备办心，嘛为着咱后礼拜的受难周，咱伫咱的厝的中间，咱的灵修，咱献上祈祷，咱来纪念咱的主，伊为着咱救赎，啊，互咱阁较认捌伊，对伊的敬尊，对伊的。即个服侍，咱阁会当较尽心尽性伫伊的服侍内面。啊，我伫遮补充报告以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安看咱周报第5条，吼。我相信这新闻顶头报告足详细啦，吼。按传道部有要来伫后礼拜4月20号暗时6点，要伫咱伫楼遐来举办迄个。复活传来，一个爱餐的活动啊！我相信也有参加过，伫迄个古教有参加过，我相信你拢会足欢喜啦吼！尤其是食了，大家伫遐联谊啊，食饭食饱，搁伫顶悬做一个活动吼。即种的情景，我相信会带大家来回想一下，应该是足欢喜、足快乐啦吼！啊，我伫这边邀请啦吼，若袂登记的，兄弟姊妹会当搁来下骹来登记。啊，我大家生活第人数看偌济吼，要准备啥物物件？你若有伊若是讲我要来，毋过我要出菜，嘛是会使哦。或者一项两项拢无要紧，无一定讲爱2项啦，无要紧迄2项菜。甚至你人来参加嘛 OK。只要是会使大家来参与阮教会所办的一寡活动，互咱教会咱搁较活泼，搁较有迄个健康的迄个信仰，我相信。伫迄天阮有要来迄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使做一寡迄个联谊吼，会使做邀请大家。迄天伫6点，我食饭食饱了后，大家休困一下，伫7点半，咱就伫伊楼遐来举行一个团康活动啦吼。我相信足期待即个活动会使倒伫迄天会使倒食上帝迄个个话的信息，搁甲迄个。人讲，上重要的，你会使邀请未信的，你的兄弟姊妹，还是你的朋友，拢会使来参加。传道部倒一边一再来邀请大家，会使来参与按教会所办的活动。谢谢。即个那任上联献诗509首，
阿乐天父万福本源，阿乐天父万福本源，关联极大仁爱招全。阿乐耶稣赎我罪犯，做我中保，奖励万款。咱起来吟全首。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听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三甲伫地，咱若掠耶稣基督最要紧，欢喜接受伊为着十字架顶所为你担当一切，你欢喜认罪反悔，毋若安尼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时，耶稣基督就要伫你的心中做王，带领你人生的道路。因伫你软弱的时，伊的确修使你开力；伫你需要的时，伊补助你，甚至修使你智慧来面对人生侪的艰难。伊对你人生，毋若对你来随时伫你的四周围帮助你的需要，伊也要对你祝福，甚至到伫你的世世代代。伊即种的祝福，拢是对即个时阵到永世代无尽。阿们。兄弟姊妹，咱听一吼。本来咱是伫即个别人我要来报告咱即个3月份的收入甲支出的财务报告，佫有要来举行庆生会。因为拄着咱中秋主日受难酒的开始，所以即个东港有建议啦吼，就是讲咱即个庆生会，咱得延到后礼拜来举行吼。延到后礼拜来举行，所以我今仔日就干那来报告咱即个3月份的财务收入甲支出。咱来看咱的收报，咱的收报表面遐有吼。我首先来报告咱即个经常费的收入甲支出吼。咱看首先来看经常费的收入，我来报告即个合计部分吼。咱3月份的收入是有18,670块，即个全销的收入是有48,8,566块，所以咱即个3月的收入的总计是拄有66,9,236块。咱看隔壁吼，我嘛来报告即个支出的总计的部分尔吼。咱支出总计是有支出62,2,595块，所以咱即个3月的收入甲支出甲对除起来吼，咱拄有存46,641块。咱即摆咱的经常费的累计吼。咱即摆有存142,9,912块吼，142,9,912块。咱来看即个上下骹即个部分，咱即个建筑基金呢，咱顶月结存有存428,6,729块，咱即个3月的收入有收入45,9,566块，咱减掉咱即个3月的支出，咱有支出425,2,134块，佫有抵押利息27,965块，信贷利息33,613块，佫加上咱即个信贷本金91,700块，所以咱减掉咱遮所以上的，咱拄咱建筑基金咱3月即摆有存现金，就是有存34,883块吼，就是有存34,883块。咱即个咱有欠即个新楼贷款的，就是有贷款有2,313万吼，咱已经有分本金吼，
有还155万8,900块。啊，所以咱即摆拄啊有存欠啊，即个新楼贷款有2157万1100块。啊，减掉咱即摆有存即个建筑基金的现金吼，34万883块。所以咱遮目前为止呢，就是拄啊搁欠即个新楼的贷款呢，有2723万217块。吼，以上甲咱报告咱即个3月的经常会甲建筑基金的受理财出咱即个财务的现况吼，互咱逐个人关心咱教会所有遮财务假使咱若是无问题，即个时阵咱才起立来，咱才起咱来吟即个祝册献歌、批会祝福歌，咱做伙来吟。互相请安。对，咱同工请留一下吼，咱等一下要做伙来拜椅啊，甲这教会以往拜互甜。会记日，咱拜三聚会，受人少聚会是8点吼。咱拜三受人少聚会是8点，然后拜四7点半，拜五嘛是8点吼。咱拜三、拜五拢8点，只有是即个拜四是7点半吼。注意一下，咱同工咱请留落来，咱甲咱教会椅啊，拢甲伊排好满吼。咱伫拜四即天可能大概差不多有150个人会来咱教会做即个受人酒的